自往2023年8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温顺的节是生命树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箴言15章第1节到33节。温和的应答，互受气煞；刺策的话，激起受气。智慧人的喙舌讲知识，憨人的喙吐出愚妄。上主的目睭逐所在伫看，好歹拢伫监察。温和的节是活命的树，讲话歪蹛，损伤心神。憨人看轻老爸的管教，愿意受责备是明理。义人的厝内有真济财宝，歹人所趁的，诚做家己的陷害。智慧人的喙播扬知识，憨人的心毋是安尼。歹人献的祭，上主厌恶；正直人的祈祷，上主欢喜。歹人的路是上主所厌恶，追求公义是伊所喜爱。放杀正路的人会受严格管教，厌恶责备的人会致到死亡。阴府甲灭亡，上主道底监察。世间人的心，搁较袂当对伊看捌。自高自大的人，无爱受责备，嘛无爱甲智慧的人参详。心欢喜，面就有笑容；心忧闷，心灵就落寂。聪明人的心找求知识，憨人的喙用愚妄做食物。困苦的人日子歹过，心快乐的人亲像宴席无长。善者有伫敬畏上主，较赢好业有真济烦恼。食青菜大家相疼，较赢食肥牛仔互相怨恨。歹性地惹起冤家，无快受气会互三井煞。贫惰人的路，互刺皮为地；正直人的路，大条边塔。智慧的囝互老爸欢喜，憨人看轻家己的老母。无知的人看愚妄做欢喜，明理的人照正直行。无参详，计谋会失败；顾问多，计谋会成功。应答合宜，互人欢喜；合时的话，实在真好。智慧的人行上活命的路，才免落去下面的阴府。上主拆毁骄傲的人的厝，保护寡妇的地界。歹的心思，上主厌恶；纯洁的话，上主喜爱。贪不义之财，陷害家己的家；拒绝贿赂，画长祸寿。义人的心想了则应，歹人的喙吐出邪恶。上主离开歹人真远，毋过有伫听义人的祈祷。温柔的眼神，互人心欢喜；好消息，互筋骨勇健。听坦管教的人会长祸寿，会当甲智慧的人做伙徛起。毋听警戒是看轻家己，听坦管教会得到智慧。敬畏上主是教人有智慧，先有谦卑，才有尊严。温顺的节是生命树。箴言15章主要针对言语做提醒。第4节讲，温和的节是活命的树，
讲话歪曲，损伤心神。即句话伫中文和合本译做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謬的喙，互人心碎。可见温和的言语通化干戈为玉璧，带互人鼓励；粗暴也是歪曲的喙齿，挑起争端，互人失志。温良原文有良药医治的意思，温和武话的话，就亲像生命树，充满生机。关系言语，圣经中有无同的例。士师记第8章第10到第3节记载，以法莲人责备基甸，甲米甸人争战的时，为虾米无招因做伙去？基甸温柔回答：我所做的，怎通甲恁相比拼？因讲到即个话，就无搁再受气。士师记12章记载，以法莲人粗暴质问士师耶弗他，为虾米甲亚扪人争战的时无招因？还讲：阮要用火烧你和你的厝。犹他因为安尼，去甲兴兵攻打以法莲，最后死伤惨重。相款，面对暴力责备的言语，为虾米有人会当心平气和、温柔回答，有人暴怒反应呢？会当温柔回答的，是因为确信上主的目睭眷顾全地，伊是全知的神，伊监察人的内心。所以，咱若对上主的掌权充满信心，也会有柔和的生命，会当用温和言语回答。捌有一位学成归国的希拉博士，去总会事所办代志，拄好拄到的助理心情得歹，处理的时态度无啥好，所以伊就对伫咧总会服侍的老同学讲：请你甲提醒一下，对我态度敢会当较好一丝啊？伊的同学苦笑应好。几日后，博士搁到总会办代志，拄到同一位助理，态度犹原欠佳，伊搁较受气，甲同学抱怨讲：你有甲伊讲我是谁无？过一困啊，博士搁去总会，又搁拄到迄位助理，结果即遍亲切搁有笑容。博士真欢喜，转去随联络同学讲：老同学啊，感谢你哦，你一定是帮我甲教示是无？无拍算同学讲：无啦，我只是甲伊讲，你常常对我讲，伊做代志真有路，态度真好。佮讲温柔的鼓励甲呵恼，比强硬的高姿态较容易会达到期待的交通目标。上主是无所不在的神，伊有洞悉万有的能力，会当监察人的内心。伊正午外表富假的虔诚，袂爱压榨、欺负别人的人。上主疼惜软弱无助的，互受压制对痛苦忧愁的中间，心灵得到释放。喙齿发出的言语，会当亲像利剑伤人，也通温柔亲像膏药，互肉体受鞭伤、心灵忧伤的人得到医治。求上帝帮助咱，伫服侍的道路会当保持正直，远离虚假的言语，温柔回答，敖应对，搁随时讲出合宜的话。凡事用意的话语，心事喜爱有价值的言语。默想，我是毋是会晓啥物时阵应该安静，啥物时阵应该讲话？求圣神教示我，赐我讲话的智慧。我是毋是会晓啥物时阵应该安静，啥物时阵应该讲话？
求圣神教示我，使我讲话的智慧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恳求你赐予我温柔的话语，互我通照着安尼造就别人，也建立家己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